给你5两银子，这船我包了，走。我给你10两，我给你20两、30两、40两，我50两、60两、100两。兄台，拼个桌。不行，那边不是有地儿吗？你去别的地方吧。老大，是你吧？不是我。二位慢用。你这个黄庭坚的真谛还是我送给你的呢。不过老大确实讲信用，没有把我给你的扇子拿去当了卖钱。哎，老大！哎呀，主子，不能跳啊，太高了。主子，这怎么办啊？追啊，追！好，船家，哎，送我过河，我给你2两银子。好嘞，来，慢点儿。哎，主子，慢点儿！哎，船家，我们要上船。哎，主子，注意脚下！哎，主子，哎，停下，把船划回来，我们要过河。好啊。哎，不许回去！这摆渡哪有不接客的道理啊？我给你5两银子，这船我包了，走。5两是吧？我也有，对，我们有银子。谢兄台，我就送您1个人，我不管他们了。走，我给你10两，10两，10两。不，兄台，那可是10两啊，都够我买一艘好船的了。我给你20两，30两。对，给你30两，40两，我50两。50两，60两，60两，100两，100两都给我娶媳妇买地，生俩孩子都够了。老大，怎么不还价了？我不出价了，因为比钱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多，我肯定输定了。谢谢兄台啊。主子，他跟你玩狠的。你不是喜欢钱吗？那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，每年多给你烧些纸钱，怎么样啊？主子，他跟咱来土匪这一套，咱有钱，他没用啊。我1两都不要，我就送你1个人。我只收你60两银子，我只收60两。我呸！60两银子，狮子大开口啊！我身上的钱刚刚都给你了，现在没钱了，赶紧给我滚！不是，老大，你回来！老大，你回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龙小弟啊，你不是龙吗？有本事飞过来找我啊！不是，不客气，就当我刚刚又免费教了你一堂江湖经验啊！走了，龙小弟。你笑什么呀？找船去啊！哎呦，皇上啊，这儿就这么一条船，没船了。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主子，东边客栈找遍了，没有。主子，西边也找过了，没有。南边也没有，北边没有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再接着找啊。是，用点心啊。左土，哎，这行走江湖有什么钱生钱的办法没有？在江湖行走，这钱生钱有4个办法：1偷2抢，3做工，剩下的就是赌博。我要大大鸭小，快点啊！老大，你的赌运早就布好了。买定离手吧，买多的得多。老大，今天你啊是出不了运。买定离手，快！你怎么会找到这儿啊？你忘了，上次在山西的时候，你带我来过这种地方，我说过我有经验。那我今天就让你大开眼界一下。买定离手啊！呀，小，干嘛呀？来呀！爹，你不能再赌了，这钱是给娘买药的。这时候你，孩子给我走开吧你！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娘还等着我们呢。滚！赶紧拿钱救命！回去吧，我们。爹，给我滚！哎，滚！兄弟，赌钱输赢不要紧，你还是拿着这个钱救人一命，赶紧去给你娘子买药吧。我赌不赌钱干你屁事！爹，我们回去吧，爹。滚！来，哎，买定离手，
买定离手。豹子！来！老大，继续啊！我就说吧，你的运气不好啊。大压小。我就说我刚才赌的时候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。要走你自己走。原来是你这个没心来了。别拉我！我说老大，这赌桌上的赢才是最重要的，你哪能怪这怪那呀？你要是有本事啊，就赢一把给我看。还有没有老虎不买的？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呢？定离手了啊！快！小，赌大了吧，别一直小。你老大还是我老大？你是老大。小，来，大家都下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你就在这规规矩矩的闭上你的嘴，要不你赶紧给我滚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老三，还压不压？哎呀，等，呀！压你的钱呢？没钱玩什么呀？没钱赶紧走啊！没钱回家。没钱就走人，快走！没钱就赶紧走，别人投位置，回去。快走吧！我回去吧你。我拿我闺女莲香押50两，行不行？啊！你居然拿你的亲生女儿做赌注，你这个做爹的也太狠心了吧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还管我？你不好，大贼，你不好赌，你来赌啥？让主子再玩会儿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是个扫把星。大爷，我没空陪你玩，别当爷的道。贾老板，50两。这里没人把你当皇上，你看，不光我把你当灾星，还有别人把你当灾星。现在把我当灾星，如果一会儿就有人把我当救星。愿赌服输，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大还是小？小。哎，买定离手了。压什么闺女？老子通杀！邪门，这骰子一定有问题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我是火眼金睛，你一凡胎肉眼，当然看不出来。快，我们走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贾老板，咱们可都不是外人。贾老板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闺女。一个月，我肯定把钱还你，翻倍。没钱玩。何三儿，愿赌服输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的女儿留下来，什么时候你有钱了，再来赎你的女儿，把她拖出去。贾老板，我求你了，贾老板，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我这是开赌场的，不是开善堂的。滚！贾老板，走，且慢。贾老板，有何指教啊，这位公子？贾有才，你每次都摇出豹子，这个是怎么训练出来的？赌场赌的是手气，手气好的时候，一连开几手豹子是有的；手气不好的时候，连续输了10几20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风水轮流转，输赢无定数，对不对啊？没错，对。好，说的有道理。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我这开赌场的，还不敢跟人赌吗？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假如你赢了，我给你100两；如果你输了，你给我50两。还有这个小妹妹，她是另外的50两，怎么样？这可不公平啊！这有什么不公平的？不都是100两吗？她现在是我的人，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她现在值100两。刚才不是2两，现在就100两。你也太会坐地起价了吧！莲香姑娘明明是以50两银子输给你。我们做生意的，自然是要赚钱。你赌还是不赌？我赌。好。哎呀，走！莲香，别动，打住点！我的赌注在这儿了，你的呢？怎么着？怕我没钱啊？有钱你就拿出来。有钱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借我点钱呗。哎呀，没钱不是吗？没钱。借钱可以，
不过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赌完这一局就跟我回去。龙小弟，你这是落井下石啊！那我也是跟老大学。好，如此可笑也，我答应你，给我钱。快点儿！哦。快呀！磨磨唧唧的票，哎呦，100两！这是我的赌注。100两，100两，这么多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检查一下骰子。检查就检查，我这儿从来不弄虚作假。还不错，没有问题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老天祝我这次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！啊，这管用吗？这个？对呀。我压大，你压大，那我只能压小喽。小，我也压。买定离手。等一下，在你打开之前呢，我要先求一求神仙。这能赢吗？这可以。老天啊，老天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。好了，你开吧。不许看他。大。哇！他赢了！林香，老实点。起来，林香，走。你们放开！林香，这100两你先拿着，回去给你娘看病。谢谢。还有你，让我再看见你赌博的话，小心我宰了你，知道吗？多谢这位爷，谢谢。林香，多谢这位爷，赶紧走吧。谢谢。走，谢谢。你呀，别来了。老大，你这一出英雄救美唱的，这莲香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这回知道了吧？老大我比你有魅力多了。那是，我们老大的魅力是最大的，小弟我都快被你迷死了。老大，咱们回去吧。慢！哼！哎呦，这老三，竟然敢用水银闪不良幻术，被他们给发现了，我们只能来硬的了。哎呦，朱老千啊！骰子是他给我的，你们找他。喂，老大，慢着！罗小弟，我走了，失陪了。这，哎呀！哎呦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呦，我就说嘛，小叫花子敢偷我钱是吧？捡回去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我这兄弟们都饿得慌，才万般无奈做出这种勾当。大哥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大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大爷，您行行好了。小五，怎么了？小五？我们都是流落在京城附近的灾民，已经好多日子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对呀，是啊，快饿死了，我也没吃饭，我准备吃粮食了，就是饿死了。行吧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大哥，你这还要送我去见官？啊，见官啊！我呀，请你们吃面去，走，走，吃面去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慢点，还有呢，慢点吃啊，不着急啊。大哥哥，你真好。哎，可惜我身上没什么钱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请你们去对面这家酒楼吃饭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姓武，家里排行老六，叫我小武吧。小六也行。小武，我姓易，你以后叫我易大哥就行啊。
小五代表兄弟们，多谢易大哥。哎，大家都别客气，从此以后啊，咱们就是兄弟了。快坐，快坐。您慢走，您慢走。好吃。哎，这位小爷在这儿摆阔呢，请这些叫花子们吃面。你是谁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哎呀，大哥哥，这个老板姓钱，叫富贵，他呀平时最喜欢摆阔气，怎么样以？戏弄穷人为乐。最近啊，城里来了好些灾民，他就做了肉包子施舍，好吃吗？但是得跪下磕头叫他声爹，叫我一声他才能给一个。前几日他还想戏弄我们，被我们给骂回去了。没想到这不在这儿碰见大哥哥请我们吃面，他心里啊自然看着不舒服。哎呀，这一碗面能顶几个时辰？上我家酒楼，天天有热包子施舍。今儿我你知道规矩，叫你们兄弟跪下给我磕个头，叫我声爹啊！钱副官，我们这些叫花子，膝下也是有黄金的，我们宁可沿街乞讨，也不可能跟你下跪。哎呦呵！